田螺大口啊，高價，高價。通常咧攞生意，可是舊年啊，第二年大家唔敢，唔知是。真的是我也做没做？呀，可以啊，是的啊，可以啊。其他做免甲唔甲做咯，以後甲豆做免甲伊啊嗱，到大後提講下豆做免甲。有咗咱我做了，要來老媽燒錢啊！或者給兩件，伊冇把我做。看一下哦，雞蛋仔。係，我就咁要一個隻雞蛋仔得唔得㗎？得㗎。咁朱古力味㗎係嘛？你要咩味啊？朱古力味啊？好，定係要原味啊？要朱古力味啊？好，要一個。好。幾錢啊？13。啊，呢個呀。不要，吃不下来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多快点？我那星星那这干哪生的，那这样子扣，这样子甜，是水不了，没办法。巧克力味的鸡蛋仔，蛋仔的吗？好，我知道，就直接。那就是一个饼就好了。好的。13种。他叔叔咪咁大件西門刨冰買住吧咗。買你咧？西門刨冰啊，老氹聽下之排啊，意思就係一個講到啱能趣味啊，擔晒佢話地步啫。係凍㗎嘛？啊？兩隻睇下僵屍啊！樓下啲啊，試試佢。怎麼你去這邊？我就買咗一個得㗎啦。哇！要魚啊，真係魚嚟。我諗住喺度叫咩？咩嚟㗎？樓下嘅麻煩你做到邊啲嚟？啊，見過下嘅算啦。就啥咪啲啊啲啊，咪一啲嚟嘅。買邊隻啊？三千六喎。啊？兩隻唔要啦，要啦，可以啊，大概3-5分鐘。一個兩蚊睇食得啦。係啊，我用呢個。係啦。後邊雞蛋仔。過嚟啦，食啊！啱住撈食，唔係啦，你食咩啊？買死了。你買6隻係啦，買半袋算啦，定係啊？4算啦。我要6隻啊咯，買隻雞有咩？4隻買咯。我自己買4隻多啦，4隻3買我的。可不可以幫我撕開一半呢？可以啊，分2半哈，很好。對。
看一下，不是啊，他现在点是吧？哦，那讲应该你要吃什么？有啊有。讲咩？哎，你牙齿，你这边牙齿啊，你不是啦，你做无奖啊，咱无奖，但是应该做奖。咱你能冇奖啊？咱有奖。我招牌又是，应该，喇叭又是，是哦。我说你是唔是台湾又无奖了去啊？你嗰條冇獎 OK， 你係冇獎 OK。哎，要分開哦。將面個子都過嚟擺呢一個啊。哦。好似唔知啊，只有咩事？如果未出到。好事情你怎么做变了去啊？做變過哦。我做。你做新家真袂出啊？你舊年是咪家想傳你囝來買啊？少啦。你少來一家店食雞卵餅啊？是啊，我想。是你點啊？一家店食雞卵餅，店買買咯，特別買。差唔多啊。梅啊，講梅啊。哦，應該是哦。我做晒25來，你啊？沒錯，沒雞絲啊，以下隻雞絲啊，有一家。你打波啊？你做睇唔睇清楚？哦，你鹹奶啊，仲怪王咯。我做時間嘛。啊，我做老公嘅。係我老公啊，即個聲又是即係招牌，又是人又唔正了叫我。睇下招牌波啊！我哋不過我就想着講，應該就是家己人做，家己人過來。我知道你要什麼口味的，你要小姐姐是嗎？吃啥呀？有什麼口味啊？你看看，巧克力呀，哎，不是，這邊刨冰是吧？冰淇淋有冇？有隻口味。冰淇淋有巧克力，有草莓，還有香草。草莓、巧克力、香草，還有草莓糕。不要抽耶！係，我仲只招牌應該是舊年啊。因為舊年店攏賣雞卵餅，我自己辦嘛。阿妹做了了，做齋哦，妹啊。我舊年妹啊，請妹姐啊，咩啊咩啊，請妹姐。我舊年廣告就拍薑餅果汁嘛，拍得大嘛，所以你就做薑餅果汁。我當薑河啊，冇啦，今年冇下位啦。伊袂遐長，但今年就冇長了。唔使再忙啊！你有老黃嗎？有，你只有我唔知哦。你唔嚇你只位啊？這個位啊？唔知。唔知我只位啊。但是你個為我行路來聽咩啊？伊個自己後底嗰啲炸一炸，較冇聽啊，較冇聽了。冇聽，我好啊。我就想因為伊小家自己啊啦。聽咧，我留意啊咯。我留意佢咯。冇執，同埋講。謝謝。好。真係唔錯，看到是啊。
那唔會啊，請乜啫？有呢啊，冇有烏嘅打破是點南北啊，點南北。點啊！我就已經聽你點啊，人未見表咯啊！打緊啲嘢，最啦，點樣咁樣嘅？我就係大部分買先係啊，空比啊比啊，冇做當時頭髮青，冇做我哋呢啲嘛。即係嗰種歷史嘅根啊，比較少。哇，風家鄉少啲人，你睇呢個就係。其他咧，我已經咁發生。係啊，其他咧就講我對面嗌一時先見。你講冇我聽，安怎？謝謝家人。你講冇我聽，冇聽，聽冇啦，伊無聽，其實。咋講？我家條尾門咧，伊就發作白聽嘛，伊聽就講伊就會贏嘛。佢就是無聽講，伊就會就夾住白白個贏。佢以前哪唔知伊這條街，你想唔想？伊聽我哪就知，贏贏。無聽緊我先，佢做東巴。你講乜我直播，咁乜講就就。好執我買講有咩好執嘅咧？呢嚿成兜少錢啊！媽，你講冇用啊，講啊冇用啊，我難我啊，哦媽，我就講難我啊，難唔水啊，都這樣嘛，然後就你好，看一下，真的真那麼是哦。哪一种？10块钱。哎，刚好。10块钱的，要什么味道吗？好，谢谢。有2个球。好，放走。一个有2个球。对，都有。沙色雪糕也是10块钱。我問到數，真明唔想知啊，即朱古力紅藍貝啊，大把人放啊，食咗嘛。誒，紅藍貝啊，朱古力啊，真明唔想。看一下哦，雞蛋仔。那個講啦，悄悄會講硬嘅啦，我啦，大家喺地方看，悄悄會。有誒，成人講我哋聽就搞笑氣啊！點解？我又講咩啊？冇，成人講我講有點不願意，下次算貴點回來。不是啊，是剛才下次算貴點回來。不是啊，是剛才我們去買椰子水。對對對，人生茫茫刷跑車這麼好，謝謝。太好了吧！我激動到都說不出話來。突然就跑車接我們下班嗎？我們還早呢，不下呢。我都沒認真看啊，我剛剛在吃東西沒看到。再來一輛接我們下班吧。在這裡一直吃東西都快吃胖了。美羊咯，美羊這條你們沒有說，出來了，嚇死我了。嚇死寶寶了，美羊突然間就沒有了。知道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剛才去買椰子都沒算便宜，15塊錢一個。如果他剛才有算10塊錢的話還好，本來就是這樣啊，在裡面這裡，你跟我買，我跟你買都要算便宜點。謝謝大哥，壞女人七夕是誰呀？幫我謝謝大哥。
那不是看剧吗？还在听悄悄话呀？他刚才说看剧，去了。有这个跟我这样做补补啊。两个东莞所以咪小姐諗冇生意啊，小姐可能。所以家睇日招牌小姐可能食咩啊？佢做得應該做了會真。但係睇咗。你睇有時候。这个差不多，差不多这样的情况再搞啊。哦，30，那你不在乎这样？唔計價興，就是講我要講，你就是講啊，當然我要家己做自己嘅運動，你價興講，讚唔讚？開球，加油啊！還有啥？人生茫茫，還送啥呀？要不要送個熱氣球給妹妹看一下？我感覺是無名行的 view 的事哦。我旁邊那個美女怎麼啦？我打咗你啦，從到後尾前，你到下公我乜都做，你喺搞笑啊！在前面教我事，乜當嫌招走一夾啊！姓什麼？像我是想講啊，我當然是想講邊家，我是想講沒做啊，那邊懵的嘛。呀，我是想講啊，那蒙條烏衣咪係個教堂咩啊？烏衣啊，蒙條烏衣啊，蒙條烏衣吧，這個教堂咩？烏衣啊，你自己知咩？咩？但睇到烏衣哦。買啊！你正講啦，這樣講，認真多少？你大。呢種啊，細粒啊，烏衣啊，雞啊，豬豬先啊，靚啊這樣，那就講冇咁。呀，看一下。又没人了。自己頭家有時做技能。太热了。媽咋喊食過吧？媽咋？喊啥食過幫我多謝？這嘛聽嘛，小姐就是給你們這樣一張啊，大家看中嘛，對。
在那里猜拳，我以为是在干嘛。嗯。你好。好。人打美容俾嘅嘛。10蚊錢嚟。嗯，10雞錢嚇。恭喜收看10点。这位就係在講，不過伊打炸藥咯，就是啦，唔可以幫人炸，就是咩啊？知道啊？這位就係在講嘅呢。哇，你講吧，cái bảo xe sang đây vui à? Cao từ sang cái bảo xe. Chính xác. Nè, đem sang chơi à? Hắn nói有時候常常嘅，佢而家嘅嘅生意，冇少咯。伊少咯，伊管伊啊，至少點生招咯，係有啲人啱係知隻招啊。哇！我突然間攞咗紅色個三個味道。睇那隻雜物唔係一間菜。唔係。cô ní gần nhà lại về nhà có thảo không xong tiền học được quá xong tiền kiếm tiền哦，點知？會猜啊我呢？谁是壮壮啊？就刚才啊，娜姐。哎，坏女人是谁啊？装袋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你做下佢做下，但係我東吉餅。
睇下名啊！論論答題完呢個答題，買大樹，係㗎，即係前來喺度叫燒，全辣喎。嗰啲咩攞大隻？一前來個薯嘅炸啲，炸雞啊？炸啲跟薯燒菜嘛。炸雞差唔多，大嘅小嘅俾我飲噃。平時一部好啲咩炸年咯，冇炸呢啊，俾啊。但係你好嚟試兩杯餐。俾啦。一隻白冰靚呵。哦，好。靚啦。買落地大咯，晒貴啊！哦，这个冰淇淋，好，看一下，冰淇淋吗？那少找朋友。是不是冰淇淋？老板娘，有冰淇淋，有草莓、巧克力、香草3种味道。这一种就蛋仔冰淇淋，可以这样配，也可以当药冰淇淋都可以。单压冰淇淋多少钱？那种10块钱。 10块。1、2、冰淇淋，快来今天带你们吃冰淇淋，好口味要吃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。好。你女儿都是冰淇淋吗？7个。对，她只要冰淇淋。吃不完，我丢掉了，吃不完。1、2、3。好恨呐。 7个。好。 7个吧。7个，你们要吃什么味道的？ 有香草、巧克力、草莓，要什么味道的？吃什么饭？香草。你呢？兩個香草。你也要香草？可以雙拼，愛雙拼。雙拼的也有啊，要嗎？你呢？好嘞。我香蕉。對啊，你們都可以雙拼啊。 4個草，你要吃什麼？4個草莓，3個香草。好的。做快點，要多久？現在在做了，沒有4個草莓，3個，4個草莓，3個香草。好的。多大個一點。好，有大一點。我按兩米干。等一下哈。我给你。